劳动力发展署北分署正正的署长谢基阳涉嫌霸凌案件，在监察院拜告对劳动部提出纠正，认为劳动部无确实来建立申诉机制，加上这谢基阳乱用就业安定基金的钱，所以呢，这监察院认定这拢是显示劳动部监督失职。我对不起大家。 谢谢大家的关心。经劳动部劳法署北分署署长谢基阳牵涉到一场霸凌，佮乱开就业安定基金买礼盒送予特定的人士，拢总开92万。若是安尼，连办公室的装潢也是用就业安定基金的钱。检察院认为违规重大，顶礼拜就先通过弹劾案。另外，谢基阳的顶司经劳法署署长蔡明良无先评估谢基阳的领导能力，就直接甲伊升做。 官赶快向检察院提出弹劾。蔡孟良因为监督不周所以北分署真侪同仁受到谢宜荣分署长的这个职场霸凌，所以先提出弹劾。 除了谢基阳和蔡明良去予检察院弹劾，检察院拜告也针对劳动部甲北分署提出纠正，认为劳动部是政府机关，无建立一场霸凌的申诉机制。检察院表示，行政院早就伫民国108年就提供相关的流程予政府机关，不过劳动部却拢无落实。阮调查才发现讲，这劳动部拢无针对行政院所颁布的这个作业流程。 所以有真侪受到谢宜荣职场霸凌的员工投诉无门。对此，劳动部是回应，目前已经针对一场霸凌的问题建立完善的申诉机制，就业安定基金的使用也已经定出来使用的规范。未来唔来禁止采购礼盒，也会定出宣导品的正常流程，来防止滥用的情形搁再发生。记者陈亚轩、林巧凯台北报道。